呢條騎行路線呢，隱藏住台山最靚嘅碉樓，探索100座被時間遺忘嘅舊建築，新名鐵路遺址建築嘅探索。本期騎行50墟，順便探索下50站到下坪站呢個路線呢，有咩值得一睇嘅建築。50墟呢就嚟咗3次啦，每次嚟呢都係覺得好有意思啊。50墟係台山唯一座一河兩岸嘅墟站，咁算係華僑文化生態保持得比較好嘅墟鎮。騎行50墟嘅第一站呢，一定係睇呢個彎位嘅，哇！你睇正到50墟現存100幾棟騎樓，好多咧都仲係原生態嘅。你睇呢座樓幾正，估計之前咧係學校。呢座樓嘅木門咧，應該都係100年前噶啦。阿九哥見到我竟然唔鬧喎，快快脆脆走啊！呢個廢墟好有綠野仙蹤嘅感覺啊！50墟嘅第二站咧，就係要行下呢個仲好活躍嘅墟站。呢排騎樓咧，真係有啲時空交錯嘅感覺啊，好似穿越翻100幾年前啊！喺呢條掃街就好玩啦，你睇下我啲大片就知啦。搞錯啦，齋奶嗱，呢個咪傳說中嘅抽象主義咯。第三站咧就要睇下傳說中嘅一河兩岸啦。踩到河嘅另一邊嘅時候咧，遠遠就見到有座靚樓啦，一定要過去睇下啦。呢座樓有啲似車站喎，不過應該係學校嘅幾率比較大。唔理啦，同佢影個相先。由50墟出發咧，大概700米咧就到黃泉荒塘，再行1.5公里咧就到達第4站老河村。台山最靚嘅碉樓谷雲別墅咧就喺呢度啦。1935年台山經濟進入鼎盛時期，呢個時候嘅治安咧就有所改善啦，防禦咧唔再係起屋嘅首要條件啦。咁美國華僑伍維祥咧就為咗衣錦還鄉，帶住啲屋企人咧就翻嚟起樓，起咗呢座既美觀又可以彰顯財富同埋社會地位嘅別墅，取名谷雲別墅。谷雲別墅採用經典嘅西方柱式門廊拱券，造型優美，外牆咧就裝飾豐富，有精美嘅灰塑彩塑，題材咧就包括中式嘅吉祥圖案啦、西式嘅幾何等等嘅元素。谷雲兩個字咧，既有中國傳統文人採菊東籬下嘅田園詩意，又帶有祥雲瑞彩嘅吉祥寓意，體現咗屋主高雅嘅文化品味同埋對美好生活嘅向往。秀一湖山呢個名就更加直接啦，就係將自然湖山嘅靈秀之氣吸取到自己嘅洋樓之中，即係有錢佬改個名都特別貪心噶。嗱，以上嘅故事咧純屬吹水。由老河村到錦屏咧大概1公里，就到達第5站嘅呢座順平樓。網上咧就冇揾到佢嘅故事。不過碉樓故事嘅設定咧，通常都係幾個老細經商成功，又或者務工嘅華僑，為咗防土匪而建碉樓。核心功能咧都係居房一體。不過錦屏村嘅特色就係咧，仲保存咗村前村後2座碉樓。條村前邊咧就係呢座錦屏碉樓，條村後邊咧就係呢座順平樓。依家咁睇咧，都覺得特別安全啊。雖然冇揾到關於佢嘅故事，但係都可以欣賞一下佢嘅盛世雕顏啊。睇下呢啲形成交叉火力嘅燕子窩同埋射擊孔，啲壓迫感咧真係迎面而嚟啊！如果我係土匪咧，我都唔敢行埋去啦，真係。從錦屏村出嚟咧，大概1.5公里咧就到達昌平學校。阿艾水哥話咧，下坪火車站嘅位置咧就喺下坪華僑中學同埋昌平學校嘅位置。咁當我自拍完準備走嘅時候咧，就發現咗昌平學校對面錦城嘅位置咧，竟然仲有個昌平小學喎。咁下期我哋去探索一下呢個昌平小學，順便睇下昌平樓附近有咩新發現啦。